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幼囡仔，只要手杀到物件，就踢喙空，所以一寡危险的物件一定都要放伫个囡仔摕袂到的所在。苗栗一个只盗贼小男童扫袂离扫将近5天，爸母甲送病院照电工不得了，这个不倒竟然掉一个用过的订册针、订书针，若无赶紧来处理，恐惊肠仔会破空。加在食这个胃肠药啊了后，这个订册针自然排出来了。 一岁囡仔已经扫5天了，去用带去病院照胸坎仔的电工，结果医师发现肠仔内底有一个两头尖尖中一支的物件脱掉了啊，有可能是用过订册针。这尖的部分，当然这个都会觉得它这个是不是会这个划破肠道啊，这肠道受伤啊，或者是甚至穿出去，这叫肠穿孔。 因为囡仔无巴肚痛，医师研判订册针应该是去互肠仔内底食物包围，未遂危险。 囡仔食胃肠药了后5天，订册针就排出体外。医师讲，亲像银角啊、纸夹啊、金珠啊、电池，拢爱注意。一个不小心没有眼睛闭，真的就塞到里面去了。绝对不会让小朋友拿到。他一定不会拿到。专家提醒，幼囡仔活动的空间内底，家长要特别注意，莫互因凊彩就会当摕到细项物仔。如果若是发现囡仔有无正常大哭，还是闹，还是讲巴肚痛的情形，一定要赶紧找医生。